各位观众，欢迎继续收看咱台视十一点台语新闻，我是郭义忠。新闻都开始，先带大家关心现主席上新的现场消息。这是亲民党总统候选人宋楚瑜小连续2天伫中部地区。下早接受访问时，伊就讲到国民党，伊讲苏当年就是为中部开始来衰败。咱做伙来听宋楚瑜上新的讲法。让台湾人丢脸的那些国民党的买办阶层，让宋楚瑜敢在这边让对岸晓得，台湾政治人物不是都可以被收买的，找回我们台湾人的尊严嘛，找回国民党的尊严嘛。国民党现在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不好好的检讨吗？好意思还在登广告，只不过是让大家更晓得钱都到哪里去了。我讲的这么大，不是在生气啊，是觉得真是啊，看到这些人，唉，真是摇头啊。所以为什么要到中部来？当年就从中部衰落下来的。我们台湾过去省政府训练的这些，逐渐到中央去好好去替人民做事的这样的一个训练的一个基地，怎么会变成如此这般？找回我们共同的光荣，让会做事的人能够在世界上跟人家去沟通的这些领导人的格局，找回台湾人的尊严和骄傲。